喺東京新宿區嘅熱鬧都市入邊，竟然有條令人毛骨悚然嘅通道——千代谷隧道。呢條唔起眼嘅短隧道，係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夕起嘅。當年日本政府作出咗一個驚人嘅決定，喺墓園下方直接開通隧道。隧道嘅上方正正就係仙壽寺墓園。之後經常出現怪事，成為咗日本其中一個出名嘅靈異地點嘅。傳說咧，喺凌晨3點左右揸車經過隧道，會喺倒後鏡咧見到一個全身染血嘅女人追車。咁呢個車輛咧就駛過隧道之後咧，發現玻璃窗有神秘嘅手印同埋腳印。有司機話經過呢條隧道嘅時候，會聽到怪聲、敲擊聲。仲有目擊者話見到一個女人倒掛喺隧道天花板，呢啲好可能係同上方嘅墓園有關。自己個屋企俾人挖開咗，你話嬲唔嬲啦？儘管千代谷隧道位於一個繁忙嘅地區，附近呢有千代谷小學、神宮球場等等，但係隧道本身顯示出歲月嘅痕跡，包括裂痕、水漬同埋鏽跡。確實係增添咗唔少嘅恐怖氣氛，特別係夜晚行經隧道嘅時候會覺得不安。雖然冇科學嘅證據支持，但呢啲故事咧喺當地非常出名，反映咗日本都市傳說嘅文化特色。如果你有興趣探索嘅話咧，記住夜晚行經嘅時候小心，因為係你頭上面嘅街坊可能隨時會出現。